秦漢時期提倡貞節觀念，而且逐漸盛行。去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喺漢胡民族融和嘅背景之下，氏族婦女可以多方面介入家族生活，行動較為自由。到咗唐代，各民族之間嘅交往空前頻繁，異族雜族大量湧進中原地區，沖淡咗原有嘅綱常禮教，形成咗較為開放自由嘅社會風氣。唐代婦女可以自由選擇所穿嘅衣裙，部分衣着可以露出脖頸，甚至半袒胸部，更會喺個別場合穿上男裝。佢哋亦都講究妝容、髮色、飾物，又喜愛穿着源自少數民族嘅胡服、化胡妝，可以按自己嘅喜好展現個人美態。喺講佢哋嘅妝容之前，先要講講唐代嘅女子都以圓潤為美，審美觀同而家並唔相同。首先敷圓粉，令到塊面白啲，好白。跟住抹胭脂，幾可愛喎。然後畫黛眉，呢種係中唐流行嘅一字細眉。貼花鈿，咁樣個額頭就冇咁大啦。再點面閹，好得意喎。描斜紅，等塊面個輪廓深啲。最後塗脂紅，真係靚啊！好，而家講下佢嘅社交娛樂啊。唐代婦女可以自由出席唔同嘅社交場合，喺閒暇時參與娛樂同埋體育活動，例如樂舞、弈棋、馬球、蹴鞠等等，而且可以建立社交團體。唐代社會亦都唔反對，甚至鼓勵婦女讀書識字。上至後宮妃嬪，下至侍女離娼等等，都擁有接受教育嘅機會，有助提升佢哋嘅知識同埋才藝。擅長詩文書法、學識深厚嘅婦女更加為數不少。而唐代婦女係能夠主動接觸同埋結識異性，可以一同出遊玩樂、參加宴會，男女之間嘅交往無需避嫌。另一方面，唐代婦女嘅婚事雖然大多都係由家庭安排，不過亦都有個別嘅家庭允許女子先行選擇對象，而民間女子自由擇偶嘅情形就更為普遍。根據唐律，雖然優先係保障男子休妻嘅權利，不過亦都規定，如果夫妻相處不和睦，妻子係可以主動提出離婚，而唔受刑罰。另一方面，唐代社會嘅貞節觀念淡薄，婦女喺丈夫死後無需守寡，離婚改嫁之事亦都十分常見。雖然唐代婦女喺唔少事務上享有自由，而且可以較平等咁樣同男子往來互動，有較高嘅社會地位。不過，唐代婦女喺社會生活上仍然受到唔同方面嘅限制，例如啱啱講嘅提出離婚係需經由丈夫撰寫放妻書或者離婚書先至可以成立，而官員妻子之間嘅社交活動亦都要得到丈夫嘅同意先至可以舉行。玄奘俗姓陳，喺隋末出家，對佛經深有研究。佢認為喺中國流傳嘅翻譯佛經有好多錯漏，因此決心前赴天竺求取佛經。喺公元627年，玄奘離開長安，隻身沿住絲綢之路西行，途中經歷種種艱險，用咗4年嘅時間，終於抵達天竺。玄奘喺當時嘅天竺最著名嘅那爛陀寺精研佛法5年，期間訪尋佛教遺跡，又遍遊天竺各國，最終留居當地10幾年。喺呢段時間，佢用梵文撰寫同佛學有關嘅論著，同僧眾講論佛法，主持辯論大會。佢亦都將道家經典《道德經》譯成梵文，傳播中國文化。玄奘更加向天竺國王介紹唐朝嘅狀況，促使雙方互派使節往來，有助溝通中印文化。喺公元645年，玄奘再遇返回長安，更加得到唐太宗嘅接見。玄奘喺天竺帶回600多部佛經，翻譯出70多部，而且創立教義精深嘅法相宗。佢嘅西行壯舉更加激勵咗其他佛教徒前往印度求法，促進咗唐代佛教嘅發展。另一方面，玄奘仲口述咗西行途中嘅所見所聞，由弟子撰寫成《大唐西域記》，介紹天竺同西域
各國嘅地理同埋文化風俗，成為後世研究印度古代史嘅重要文獻。喺玄奘從天竺返回中國起，中印交流就漸趨頻密。太宗時曾經派人前往天竺學習熬唐法。此外，印度嘅醫藥、天文歷法、卜算數學、音樂藝術等等，亦都相繼傳入中國，相關嘅人才亦都嚟到中國生活。唐代海上交通主要分為東西兩條路線，從登州、揚州、明州出發，可以東航至朝鮮、日本。如果由廣州起行，南下至馬六甲海峽，再向西行可以到達獅子國、天竺，再向西行就可以抵達遠至大食等等嘅西亞國家。呢段路線就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先講唐代國內嘅情況啊。唐代海上貿易發達，遠道而嚟嘅外國商船喺進入中國內地之前，都會喺廣州停泊。唐玄宗時，朝廷更加喺廣州設置市博使一職，專責管理對外貿易同埋向外商徵收稅項。可以見到廣州對當時嘅海上交通同埋貿易極為重要。另一方面，商船喺進入廣州之前，都會喺屯門停泊，等候傳召。因此，朝廷喺屯門地區設置軍陣，派駐軍隊守望往返廣州嘅商船，保護來華嘅商人同埋使節免受海盜襲擊。唐朝以後，屯門仍然具備收稅同埋軍事功能，直到清朝嘅時候先至逐漸衰落。朝鮮同唐之間一直都維持住十分緊密嘅交流，而朝鮮亦都經常派遣留學生同埋使節前嚟中國學習制度、歷法、文學等等。而朝鮮嘅政府組織同埋官制律令都係仿效唐朝而設，又採用唐朝嘅科舉制度，以儒家經典做考試內容。喺經濟方面，唐同朝鮮之間建立咗官方主導嘅貿易體系，以朝貢同埋回賜之名交換商品。宗教方面，朝鮮嘅僧人曾經來唐求取佛法，甚至喺中國建立寺院，而中國嘅佛教藝術同埋寺院建築亦都係咁樣傳至朝鮮。日本亦都喺呢個時候多次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國，每次都有大批嘅留學生、僧人同埋工匠隨行。佢哋積極學習中國嘅文化同埋制度，而且將所學得嘅知識帶回本國。另一方面，日本參照唐朝制度，推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等唔同方面嘅改革，史稱大化革新。又仿照唐律頒布律令，日本嘅文化風俗因而保留咗唔少唐朝嘅遺風，而且延續至今。唐朝同日本除咗官方接觸之外，民間嘅交往亦都非常頻繁。例如日本嘅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來華，而唐代僧人鑑真亦都遠赴日本，就係著名例子。阿拉伯喺唐代稱為大食，由唐高宗時期開始，雙方就正式開展往來。根據史書記載，大食曾經多次遣使至唐，安史之亂亦都曾經派兵協助唐軍平亂。不過雙方都有敵對嘅時候。例如喺公元751年，唐軍曾經為咗爭奪石國而同大食交戰，不過被大食打敗。唐朝時期，唔少信奉伊斯蘭教嘅阿拉伯商人來華貿易，聚居喺泉州、廣州等地。佢哋喺呢啲城市建立住宅同埋禮拜寺，令到中國嘅建築風格增添咗伊斯蘭文化元素。伊斯蘭教亦都隨之傳入中國。另一方面，一啲造紙工匠出身嘅唐軍士兵俾大食俘虜，造紙術就係咁樣西傳至中東地區，其後再通過阿拉伯人傳至歐洲，對中東同埋歐洲嘅文化發展起咗重大影響。恭喜各位嚟到呢度，中史書嘅第一冊已經全部完結，下一集就係第二冊，由朱溫篡唐嘅5代十國開始，下一冊見，拜拜。